我哋今日要講述嘅係點樣擺脫 3D 意識嘅掌控，走入5D 意識之中，活出真正自由嘅自己。呢個唔單止係概念上嘅理解，而係對自己存在方式嘅一次重新定位。透過呢段對話，我哋會揭示社會、教育同文化係點樣喺無形之中塑造我哋嘅意識，而我哋嘅目標就係透過清晰嘅覺知同有意識嘅轉變，一齊走向一個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嘅意識狀態。如果你喜歡呢個主題，請訂閱本頻道，按讚支持，並開啟通知功能。各位探索內在世界嘅行者，我哋喺呢度一齊思索一個既深奧又根本嘅課題：人類意識嘅發展同轉變。呢段旅程並唔係一條直線，更加唔係一步就可以完成。佢係一個逐步演進嘅過程，邀請我哋用更細膩嘅覺知同觀察，亦要有勇氣去作出轉變。由我哋呱呱落地嗰一刻開始，人類就已經深受外在世界嘅影響。我哋嘅意識由一種純粹嘅潛能狀態，慢慢被周圍嘅環境塑造成型。所謂嘅 3D 意識，正正就係形容呢種被不斷灌輸各種信念、價值觀同埋行為模式嘅狀態。社會用一隻無形嘅手，為我哋定義乜嘢係對，乜嘢係錯，乜嘢先算成功，同埋一個人嘅價值喺邊度。教育制度就以呢啲作為基礎，教導我哋特定嘅思考方式，鼓勵競爭，亦傳遞一套固定嘅價值觀。呢啲被不斷灌輸、慢慢內化嘅信念，就成為咗我哋觀看世界嘅濾鏡，亦構成咗我哋所謂現實嘅基石。喺呢種意識框架之下，我哋習慣用恐懼、比較同限制去理解人生入面嘅種種處境。生命入面嘅選擇好多時都被安全感所主導，我哋亦不自覺咁依賴外在嘅標準去衡量自己嘅價值。我哋好多行為其實都係源自對不確定性嘅迴避，而唔係嚟自內在嘅指引。我哋好多時都會喺無形之中將自己嘅選擇權交咗俾制度、文化同埋集體嘅期待。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係自由咁作出決定，但當深入去睇，就會發現其實呢啲選擇往往都係依照住一路以嚟被訓練好嘅信念同反應模式去運作。我哋嘅行動好多時只係內化程序嘅執行，而唔係真正自由意志嘅展現。不過我哋必須要明白，3D 意識本身並唔係錯，更加唔係一種負面嘅存在。佢其實係一個必經嘅學習層次，亦係人類意識發展嘅基礎階段。3D 意識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喺物質世界之中生存同互動嘅框架，同時亦為更深層次嘅覺醒打好基礎。意識轉變嘅關鍵在於我哋可唔可以察覺到自己其實正被呢種 3D 意識所主導。呢個係一個內在覺醒嘅時刻，當我哋開始意識到自己嘅思想、情緒同反應可能並唔完全屬於自己，而係源自一啲被植入嘅信念嗰陣，真正嘅轉變其實已經開始慢慢萌芽。當我哋開始好似一個觀察者咁去審視自己嘅想法究竟由邊度嚟，情緒點解會出現，以及行為反應背後更深層嘅動機嗰陣，意識嘅轉變就正式啟程。呢個係一個將光照入無意識角落嘅過程，亦係自我探索嘅開始。呢段轉變嘅旅程並唔係要我哋逃避現實世界，更加唔係要我哋斷絕同物質生活嘅連結。相反，佢係一個更加深入投入生活，但用一個完全唔同嘅視角去體驗人生嘅過程。呢個過程會引導我哋由被動嘅接受者慢慢轉變成主動嘅創造者，而呢一條正正就係走入5D 意識嘅途徑。可能有人會將5D 意識想象成另一個空間維度，一個脫離現實嘅烏托邦，但事實並唔係咁。5D 意識並唔係物理上嘅另一個空間，亦唔係一種逃避現實嘅幻想。更準確嚟講，佢係一種思維範式嘅轉變，一種全新嘅方式去看待世界，同埋看待自己嘅存在。佢係一種內在視覺嘅轉換，一種更加擴展、更加具包容性嘅意識狀態。佢唔係喺外面去揾啲乜，而係喺裏面去發現啲乜。佢關乎嘅
係我哋點樣去感知、點樣去連結，以及我哋同現實互動方式嘅一種本質性改變。喺5D 意識狀態之下，我哋可以睇穿由細到大被教育、被內化落嚟嘅一啲信念。我哋開始分辨邊啲先係真正嘅自己，邊啲只係俾社會框架塑造出嚟嘅印記。我哋唔再自動將呢啲信念視為唯一嘅真理，而係將佢哋當成一種選擇、一種可能性。恐懼作為人類體驗嘅一部分，依然會存在，但佢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主導我哋嘅選擇。我哋學識同恐懼共處，亦學識超越佢。同樣，社會制度同文化框架依然存在，佢哋構成咗我哋生活嘅背景，但已經唔再可以定義我哋嘅內在價值同自我認同。我哋嘅價值係由內在去確立，而唔係由外在去賦予。進入5D 意識嘅關鍵，並唔係要我哋去對抗呢個世界，亦唔係要同現有體制為敵。相反，佢邀請我哋更加深入咁去理解呢個世界係點樣精妙咁影響住我哋。呢個係一種對外在力量嘅洞察，而唔係盲目嘅反抗。佢要求我哋由過去嗰種無意識咁接受呢個就係唯一方法嘅狀態入面抽身出嚟。我哋唔再只係被動嘅接受者，而係轉變成一個更加敏銳嘅觀察者。喺呢個觀察者嘅位置上，我哋可以更清晰咁睇見信念係點樣運作，情緒嘅起伏變化，仲有外在世界嘅脈動，從而作出更加自主嘅選擇。即使我哋進入咗5D 意識嘅狀態，我哋仍然係生活喺物質世界之中。我哋依然需要工作，維繫人際關係，亦要喺現實世界入面採取行動。生活嘅外在形式可能並冇發生翻天覆地嘅改變，不過內在嘅世界已經發生咗一場深刻嘅轉變。我哋嘅內心唔再俾恐懼同外在嘅比較推住向前行。我哋唔再係社會期待嘅囚徒，而係成為自己命運嘅引導者。我哋嘅每一個選擇開始都係源自一種清醒嘅覺知，一種更加深層嘅內在指引，而唔再係俾過去嘅制約或者外界嘅壓力所推動。呢個係一個由被動咁遵循規範走向完全自主創造嘅深刻過程，亦係內在自由一步一步實現嘅旅程。真正嘅轉變並唔係等外在世界先發生改變，佢始於我哋意識嘅看穿，始於我哋對現有實相嘅一種全新理解同詮釋。當我哋內在嘅視覺轉變，外在嘅體驗自然亦會隨之改變。當我哋唔再俾3D 信念所控制，就算身處喺同過去一樣嘅現實情景之中，我哋嘅體驗都會變得完全唔同。過去嘅束縛同限制喺呢一刻會轉化成學習嘅養分，而我哋看待事物嘅態度亦會由此開始改變。呢個係一種內在嘅自由，一種無論外在條件點樣改變，都冇辦法被剝奪嘅深層解放。佢唔再係被動咁接受命運嘅安排，而係主動咁揀選自己嘅人生道路。我哋由受制約嘅狀態之中解脫出嚟，成為自己生命經驗嘅創造者。呢段由3D 去到5D 嘅意識轉變之旅，最終會引導我哋走向一個更加真實、更加自主嘅人生。呢個係一個回歸本源、活出內在豐盛同智慧嘅過程，亦係每一位靈性探索者最終嘅歸宿。願我哋都可以喺呢條道路上綻放出屬於自己嘅光芒。